你見我咪要面嘅，但係見佢咁離譜嘅話，今日下午我個蝴蝶號居然被封咗咧，開發商降價，樓盤價格大跳水，呢個咪係明擺嘅市場問題咩？結果你估點？講我唱衰信義嘅樓市，直接同我封號咯。改真呢3年來，信義嘅房價真係降咧，大概咧都降嚟20%到40%之間。就算聽日我俾我發視頻咧，呢句話我一樣會講出嚟。事情係咁樣嘅。今日下午我突然間收到封號嘅提醒，平時呢被舉報警告一下呢，今次好啦，直接蝴蝶號直接封私信喎。你哋而家蝴蝶號私信我係收唔到信息噶啦。不過如果想揾我啊，可以去主頁睇睇下。我講兩句，舉報我嘅人係乜水，我咪知道，我根本成日馬上知道又冇用。如果你哋仲打算在信義買房，記得啦，我講過信義買錯一套房蝕咗幾十萬嘅時代真係來嚟。我講曝光信義嘅真相，講買房嘅實話，我係樂意嘅。就算係中介開發商舉報我都好願意去咁樣做。可能我講嘅呢啲真相喐就買小人嘅蛋糕，得罪就買小人，但我覺得呢件事係有意義嘅。哪怕係一句話能夠幫到在信義買房嘅你，我覺得都值得嚟。睇過我視頻嘅都知道，我經常會分析信義嘅樓盤，去講買房要注意踩嘅邊啲坑。我亦係真真切切企喺買房人嘅角度去睇信義嘅樓市，敢於去將真相講出嚟。我自認為我咪係個壞人話，呢3年來我幫你買少嘅購房人，而家嘅粉絲亦多咧。咁我亦會繼續持續分享信義嘅樓市呢啲事，我亦會堅持去曝光呢啲真相。同時會遵守平台嘅規則，爭取做一個好嘅宣傳員，用腳去丈量信義，令更多關注信義樓市嘅人少走彎路，揾到適合自己嘅好房。我呢，麗麗係一個女人，只係一個普通人。講實話，信義嘅房價走勢，我真係冇辦法掌控噶。信義而家嘅樓市馬得，講白咗係市場話事，供大於求，樓盤多咧，價格自然就下跌。當下嘅市場確實蠻好，我哋做中介同行嘅兄弟姊妹，更多嘅應該係提升你自己嘅專業水平，俾到客一啲實實在在、不偏不倚嘅專業意見。開發商朋友們呢，更應該係提高我哋樓盤產品嘅競爭力，亦要多啲諗諗點樣令到你嘅樓盤更加有吸引力，你嘅物業服務跟得上去。對於客戶係真心實意，呢個先係真正我哋當下需要做嘅事。仲有啊，嗰啲成日中意舉報我嘅朋友，能唔能夠理性一啲啊？手下留情咧，可唔可以高抬貴手下？另外，真心咁感謝呢個平台，令到我有咁多支持我嘅粉絲。中意麗麗嘅朋友咧，繼續支持我哈，感謝，多謝大家。